压住它，第二个压住它，然后呢，把第二片往后边上下上，好，你太快了。好，但是它有折痕没关系嘛？折痕没关系。好，继续，我的第一片要往左边。啊，第一片往左边的时候，我们也一样，把它稍微纹路斜一点，它才会密合。好，这样编到这边来。编到这边来了哈，好了吗？这是这片吗？这个呢？没有，这第一片就有啊。没有，是这一片。好像是第二片吗？对，过去。也是第二片呢，这一片吗？对呀，这一片呢，就折下去的嘛。你要让这个过来这里，这个。哦，它在上面。对。剩余的指甲然后好，这样之后这个再往后。对，所以那个角度定的。就往后面。好，没有什么扔了。这个啊。好。给你整。然后加起来。老师，我这个第三片怎么会在里面？你反过来，反过来的话就可以了。不是，反面编起来。反面编，对。好，过去现在嘛。好，我们这边先来。好，来。现在呢？现在我在另外一个记号点开始，这个是2、3片。你可能是横边跟直边。好，右手擦。好，现在这个。中间那个。这个第二片往下这样稍微折它，然后再用这个第三片，把它折角，这样一个角度，然后呢，第二片第4片，第3片，好运过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编到第2层半头，好。然后这个编到这边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那个这个要对。反过来。绑这个绳子，因为它这个第3个反过来还是一样啊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要方向重新再。都没有关系，都没有关系，好，等一下我再请教一下老师。不用再改了，那个都没有关系，上下都没有关系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你看。这样哇，漂亮，这样就。老师，我这脚上有点黑黑的。我有这个。老师这一边的帮我看一下。老师，救命啊！我是救命，一直裂开。好。先看一下。它的也是裂开呀，先看一下我的喷水器。第三，我们的是在底下。正面，反面。这个左边的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看起来它也是裂裂的。等一下我们翻正面的时候，它就是漂亮的了，所以你没有关系。好，再折下来。对。还要再折下来是2层。好，现在换这里。如果说你已经把它折成这样了，我们稍微调整一下，再拨一下就好了。好，这个这样。折下去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用这个第3片去压住它。刚好在裂开处。看似简单。自己做起来就不知道怎么开始。熟练了就好。熟练了就好。熟能生巧。就这样哈。我觉得这个还比那个打包袋的。对，这个一上一下。这个就这样让它过来这边嘛。这过来，然后这个在这边连起来。好，那从这个角度编到第2层就好。我们的那个模式一样，等下给老师看啊。老师折我的，你就会折你的，因为我们第3个是在底下，他们都在上。
那要往左边转哦，不是，我要问老师。一直往上。你看他们这个都是在地上面，我们的是在底下。夹起来，对，是这样。哦。好，然后你可以把它交叉了。OK， 老师破解一下我们两个。好，破解你们。我们两个的都是第三个是底下。哦，好，所以都没有关系。啊，那你现在第三个在底下。第三个是在底下嘛，他们都在上面。把第二个压下去。哦，第二个压下去，上面的压下去，变成往右边了。还是一样往右边。好，这个第三个往右边，这样，对吗？然后这个第二片往后，往后面边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这边完了对不对？还有这个第二条，上下下，这边完了，这个夹这里，好，看起来松松的，稍微把边的纹路啊稍微斜一点，它就会密合。好，接下来交织点在这里，对，好，这个在下的就要在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压下去，好，这个角度是这样，然后就这样，好，然后再往这里。左手边，好，右手边的就边往左手边，左手边的就边往右手边，好，就这样。接下来，好，这边还有，都可以把它编到第二层就可以了，编到这里。编到第二层就好了。我所谓的第二层呢，是1层、2层，对，编到这里来就好了。那这个地方，怕它会松开，我们可以稍微，就这样，在这里。当你的缝隙很大的时候，你的纹路要稍微斜一点。它就会密合了，啊，纹路是要斜，立体上来以后，它的纹路是斜纹边的，啊，好，就这样，对，对吗？这个对吗？这是对的。啊，我们要做几层？老师，我们要做几层？超过了。我们都还没有，你先休息。对呀，我们还没有动，是吧？把它外面绑一条绳子。对，好，这个是对的。对啊。好，对，这个这样子。这个要把它，这个变大。好，它是这样。往外面了，不要让它。接下来，这边吗？对，这个这样。哦。然后这个这样，一定要让它有角度，然后纹路起直，好，它就会密合。上下，然后还有一片，如果这样纹路起直，它就变到这里，就把它开始就这样。好，那你怕这里会松掉，再多编一层。对呀。好，就这样。能帮我用一边这个吗？准备。用一边。这个。这个。我的习惯都是从左边开始。左边啊，弄到这边来的时候呢，必须还要再看一下你的织纹有没有很厉害。好，再来，这个23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要下去？然后下去，不是一次把它折好，就这样扶着，然后再压着就好了，它就会有直角出来。好，这样。
对吗？好，到这里会哈。对，好好，好。帮忙一下。好，当你要编的时候啊，你的纹路不可以这样，你的纹路一定要正的，正四方，你不能让它斜斜，对。夹子为什么要拆？我的夹子都太健康了。现在要用，现在不要想随便。所以我拆一个。老师只要一个反面掉了没有关系呀。不行。一个反面，因为会影响到，因为我们是做双层，所以反面就是反面，正面就是正面，要不然你双层以后，你还是反面在外面就不好看了。对呀，正面啊。对，哦，一张哎，哦，要走过来啊。好。是啊，不对呀，不是啊，至于了我们。这个就是。这个呢，两个底就这样，好，先把底把它套上，然后你要看它的脚在哪里，你要这个绳，这个好了吗？没关系啊，这个因为这边还没成型，没有地方去套。交给他啊。还有一个反正脚呢？你要是编的时候，它不会跑。这个当然有夹子，这边有夹子。好，这样我们的编的时候纹路要让它是一个很正的，要不然你的包包会好，定一上来以后先看清楚。正面朝向自己，这样子好，这里这个在下的就要上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在上的你先压住它，要把它直接折起来，哦，你就压住它，然后这个把它弄过来，它就直角了，一个直角，就像我们做那个。做八爪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做？好，那这个呢就往后边了，啊，这样上下去，然后再上去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上一下的技法，啊，编这个口诀也是上一下，上一下，这样，好，这样。好，你看这个角度就很漂亮。然后我们这里，这里怕它跑掉嘛，你手松掉以后就会跑掉，所以用夹子把它夹起来。然后到这里呢，结合点很明显在这里，然后所以是这两片交叉，好，然后下去，这
这个在上的就要下去了，然后这个好压住它，好，然后这样上下上下，上下，好，这个一样，边到这边来，再来好，这个是边第一层就要第二层在这边，因为又很短。怎么它可以过去？我过老师，我们也过不去，一直这样。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变。不要了，我们也在。你就试试看嘛，等一下中不会。研究看看嘛。啊，这里好，是老师。对嘛？就这样子，这样试试看，就这样。好，这样。你看角度就好啦，然后这个就往后边啦。这个角度就好编的啦，等一下。来编这些哈。好，跟我偷工减料，自己没有体验哦。好，到这里，你一定要编这里的时候，也要把这里的密合度稍微注意一下。好，这个就这样，这样子一个字在上面哦。对，现在一上一下，上一下，所以你只要折角上去，它就一上一下。是我们嘿，好了好了。不辣啊！还没不辣啊！又没不辣，又很短那个线，怎么办呢？很短还可以补啊，你还可以学到一个补的技法，很短哦。不容易啊。对，我头一个都很迷。好了，先补就开始好了。而且很多手了，线好短，然后又裂开的线，然后好难抢。你好。抢那个裂线。好了，让你这个把它这样啊，太抛了，有一裂。我很累呀，我的也累了，等一下移到这边来。你的怎么会断？对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等一下再。是说的要接还是一种？对对对，接是一种，对，接是技法啊。要不然你不会接，以后你自己做的时候，这样对吗？对这边是。好，这个就很容易呀。可是刚刚那为什么拉不拉呢？啊，你就手要稍微扶一下，好，手要稍微扶一下。它不会系在一起，它就分开，而且那个线都是裂的。都没有夹子哦，我的夹子还给我哦。好，到这边来。这个纹路一定要正哦，你没有正的时候，等一下你的底是歪的，你的底它是会歪的。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，那个就是技巧。对对对，你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。你等一下。好，这个就这样啊，一层一层。我补到的就是里面的金银财宝被人家看到，这边的过气。对对对，这边的过来，那边过气。还这么烫色，还，我家给我气很哦。对，家给我气就是香蕉汁啦。这个是，这个要给它这样反过来，他还没有注意到你这个是反面的，你那个是正的。我气很我气。上半年没有关系。以前我还常常看网红在用那个，法术啦呐。还。它是用啃的，对，啃的。很漂亮啊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好像线不上。
哇，马老师，你的做成那样了。我当小老师到，我也要求老师要给我小费，没有了，我就太高了，被拿掉了。比较好看，那么拍的不是。啊，就还没有小。对，来，我最后的我没有写上。平嘛，好。为什么都是往这边啊？都是往外面。下，我们最后的。你帮我拆到哪里？全部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编一层而已，你现在要反面在外面。反面在外面是这样。你现在是正面在外面。对。对。我们是要做双层。做双层。对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这样反折。啊，那个呢？那个我样品呢？马老师，你做太快了。不是，做到更高。真的。就你做2层而已。好，我们做2层是这个正面，对不对？你看到这是正面嘛，对不对？这个里面呢？这个里面也是正面。正面。哦。那你这个只有这个是正面，里面等一下反折以后，那你的这个反面会在外面。所以你开始全错喽。你开始编织的时候，啊，当然这也是 OK 啦。我们就是做单层，就这样子做就好。那我们今天学的是双层，啊对。那要不然你不改的话，我就教你怎么反折进去就好。好啊，反折可以啊，好啊。对。双层是我们在编的时候可能会比较，他们都变成我就给他们 OK， 这样可以吗？对对对，啊，就对哦。哎，你的错。为什么我教他们都是对，我的是错的？啊，这个对吗，老师？就错了。老师是我的正反面对对对，你的正反面错。赶快调回来啊！吴老师，你说那个是正面啦？我的正面呢？哦，你应该这个在开的这个要在里面。对对对，好。来，我先停一下好了。这个我们再来一个阶段好了。没关系。你立体不角度上来以后，你在第2层，对吗？然后你的外